再来看这台中的北屯区一个80多岁独居的阿婆，昨是互人发现伫厝里已经是2个多月的时间啊。因为这2个月以来呢，这水表竟然是跳买6000度遐尼济。自来水公司是感觉真奇怪，才通报警方，落尾才知影已经发生这件代志。这老人团体是建议政府对独居的老人都要定期来普查，才通避免这款的事件。总卫生人员请厝边隔壁避开，将遗体刷出上车。台中市北屯区一个82岁独居的姓詹的婚姻人长期无出门，近日甲台湾自来水公司发现客家用水无正常，2个月用将近6000度的水，感觉有问题，通报警方。13医保会同里长下岗上门，才发现已经过身。3个月以前他是跌倒以后，救护车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。医院去的话，好像敷一敷、弄一弄就好了，就自行回家了。自行回家就没有再出去了。这半年左右，只要一旦有人跟他聊天，或是跟他有互动的话，或是关心他，他都会报警，然后会跟警察说：“哦，他偷我的房契，他偷我的钱。”婚姻人徛起伫巷仔内看起真久，厝内是放满物件。厝边甲里长讲，伊长期一个人住，无甲亲人共住。最后一摆看到是2到3个月进前，平常时甲厝边隔壁也真少互动。破门时阵发现灶骹甲浴巾水道头无关。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有一个查某囝本身经济条件甲生活自理能力好，日少已经6年，平常时社工甲里长拢有关怀。一直以来，长辈的生活状况跟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经济状况一直都不错，所以都由志工单位这边来做定期的关怀。检查过程中，但这些可能是独居的长者，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而不是确认他是否独居这样的状态。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么大的人口群的服务的提供。风土老人福利基金会认为，卫福部甲内政部进前宣布要展开全台动脑普查，除了查出独居老大人的所在地，佮要了解相关需求，而且思考安怎鼓励老人行出家门，进入社区关怀据点，才能避免孤独死的案件佮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